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就要起鼓，为中华职棒6队的啦啦队选出来的官方的乌燕啦啦队 City Amazing 36个啦啦队的成员全员到齐。决定真有人气的啦啦队员拢非常的期待，到时阵会当到东京的巨蛋，为咱的台湾英雄来加油。36岁查某囡仔全员行脚到声势真大。国际比赛限定的乌燕啦啦队 City Amazing 来赢，这摆 City Amazing 3.0由学者坤坤林湘传领，预料会伫咧2月底第一交流比赛出场，将规模卖位36个人内底选出12个人前进东京巨蛋。竞争的天都会输给国家队。刚好我们可是在去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马上订好机票跟饭店了。就算我们没有票，我们也可以到现场，然后跟一些球迷们一起在现场支持应援。所以我不太会把它当成竞争，因为听说不会去东京巨蛋的女孩也会留在台湾，然后有直播派对，然后为中华队应援。对会当徛伫咧国际舞台为台湾加油，查某囡仔拢真期待，尤其有机会伫咧第2大战或者台湾英雄和第国相平精彩的对决。再一次看到大谷翔平，但是也是希望就是他们可以手下留情。其实蛮期待，但是更期待是中华队的球员们可以把他给 KO 掉。查某囡仔开力尽挺，支持国家队拼出好成绩。国家要予台湾乌燕歌曲，搁一摆伫咧东京巨蛋放送，要予全世界看到台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